早安，我今麦是大厦末楼，景观非常的棒，这是高楼，楼骹是学生宿舍，顶头是这个招待所。你即马所看到的所在，这就是淡水河的出海口。为什么今日雾雾？因为风台要来，即马风真透，咻咻叫，比平常的风透太济咧。所以风真透，而且眺望对面，一个八里，这是学校的另外查甫宿舍的款。这就是淡水真理大学的校门，伫即个另外一头的所在。头前远远看去是真理大学的大礼拜堂，它家是英式橄榄球场，隔壁我咱一场，这个就是淡江中学，淡江中学里边的所在，咱马街伫这个所在通看见真水的景。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淡水，特别当然有机会啦吼，有机会来到这。这是今仔早起伫淡水河边的景致，祝福咱大家平安。